大乡亲啊，过来这件是发生伫中华，这个客停车上惊就是拄到这种的人客啉酒醉，甲问讲要去打，甲你回讲啊，你都一直驶。所以当然，人司机嘛直问讲啊，到底是要驶去倒位？安尼嘛袂使哦，毋若甲司机拍，甚至来抢车，甲客停车抢咧走。这个警方出动30个警察，约伫要2点钟，才甲客停车抓落来。想袂到伊个冲撞警车，想要来逃走。上尾啊，警方是弄破车窗，甲人压制。啊，那这个客停车司机是真压哀哦。伊讲伊伫10年前，就捌拄过啉酒醉的人客，甲伊抢车，甲伊的车是弄甲密茂。想袂到10年后又搁发生同款的代志，真正爱去拜拜咯。这个计程车暗时11点外伫市区驶有够紧，计程车伫后壁里入，一直到拄着红灯，这个计程车才有较慢，两台计程车前后甲包围起来。虽然好警察车福起来，也毋过这个司机依然想要弄警察车，完全随卡破玻璃将伊人甲扭出来。代志发生伫中华，驶计程车一直走，拍算要搁弄警方醒出来查甫人，毋是车主，伊是啉酒了后要坐车，甲司机冤家了，毋若拍人，搁抢车。我把他叫醒，叫醒他就自言自语了，讲你一直行，他没有目标，我怎么在嘞？那背后就把我这个一抬，一直打后座，爬到前座就把我车开走了。被拍司机有够无奈，伊讲10当前嘛捌和食酒醉的人客抢过。是比这次严重很多，我的整台车也报销了。警方接到通报了，出动30名的警力，约要2点钟才将伊抓落来。计程车逃走过程中，佫伤到无辜的民众。我跟一名就骑机车有发生车祸，后来就肇事逃逸。除了甲民众小野肇事逃走，这个醒出来查甫人啉酒抢车、驶车，佫弄警方，加上佫拍司机，这拢爱一条一条算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